为着提升学童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台南市北区立林国小邀请台南监理站甲公车驶入去后方，透过实景模拟的方式，让学童了解拄到大型车需要注意的所在以及危险。我们会借由实际的帆布跟大客车在莅临那个国小里面，我们做一个场景的布置。我们要让小学生知道说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到底是在哪里。我们借由活动会宣导说，他应该如何在路口的时候远离大型车。活动当天，学童也实际坐伫咧驾驶位，了解司机的视线死角，互因留下清晰的印象。另外，也以无同的四大用路人族群。学生、机车、汽车、长者进行交通知识的宣导。现场有透过一些实作，还有一些奖励的方式，让他们清楚的真的了解什么叫内轮差，还有一些视角的一些死角的部分呐。那小朋友就能够透过大人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实作，或者让小朋友实际去参与，他能够发现这样的一种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，可以如何来化解，或者甚至避免让所有的包含行人啊、开车啦、用车的人大家的安全都是最好的。针对日前发生女童行伫咧过路线煞无现伤亡的事件，监理站也呼吁开车经过路口的时阵，爱放慢速度，注意行人，行人也爱做好停看停的动作，避免事故的发生。台南新闻杨颂怀采访报道。